正也不需要人了解。放浪少年认为自己不惧怕危险，过度放纵的行为早已突破成熟的极限。不愿面对，不愿改变，自己就像个异类。为什么找不到信念去追随？摆在世界，没人能理解现实的错对，无人能防备，这该叫我要怎么面对？这就是我所有的一切，尽管这些罪会变成魔鬼，也不愿妥协。没人在乎我是谁，反正也不需要人了解。过度放纵的行为，早忘了罪恶感觉，逃离了人群，最后变成了异类。为什么找不到信念去追随？好不好？加油！悲惨世界，没人能理解现实的错对，无人能防备，这该叫我要怎么面对？尽管这些罪会变成魔鬼，也不愿坐下。谢谢大家，我是 Bloody Sweetie。接下来9月很多表演，我们到时候见。总觉得人生很累，很累，放弃了天真和从前。总觉得人生很累，很累，找不到理由去走。现实的错对，无人能防备，这该叫我要怎么面对？这就是我所有的一切，尽管这些罪会变成魔鬼，也不愿坐下。那美好青春的记忆，不再有机会。谢谢大家。其实我在排歌序的时候，一直都觉得为什么我把这首歌放第一首，很奇怪，因为弹不好。